行走的少女梦。在我见到她本人之后，我才发现这个称号简直对她就是莫大的侮辱。她何止是少女的梦啊，她简直就是所有活着的女性生物的梦。你说嫁给这么优秀的人，我能不受吗？西西，你来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这次是请你原谅我，我错了，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解释。那你说说看，你哪儿错了？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事情伤透了你的心，我现在是十分后悔。当初跟你分手的时候，真是我逼不得已。我是真的很爱你，可当时我只是一个小职员，没车没房，我不想拖累你。那现在你有车有房了？你可以继续对我，毕竟之前都是我犯的错。你对我有怨气，我可以理解。你知道吗？每天我睡觉的时候，都会想起我们曾经的日子，那些画面历历在目。三教楼下，学校操场。西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你呢？我当然也会想。想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！西西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。你看你这些日子都瘦了。对，我是瘦了，而且我瘦呢，确实呢也是因为尹思辰，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。我跟这样子的人站在一起，我特别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尹思辰，他精致的五官，如刀刻般俊朗的侧脸，他简直就是大师级雕塑的最佳范本。更不要说他的身材，连模特看了都会自惭形秽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号啊？行走的少女梦。在我见到她本人之后，我才发现这个称号简直对她就是莫大的侮辱。她何止是少女的梦啊，她简直就是所有活着的女性生物的梦。你说嫁给这么优秀的人，我能不受吗？西西，我知道你不是这么肤浅的人，你说这些话都是在故意气我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是这么肤浅的人。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尹思辰的才华与实力啊。你看，他坐拥歪梦，背靠尹氏集团，但这些对于他来说只是基本的配置而已。他还每天坚持看书，坚持锻炼，精通各国的语言。我知道尹思辰很成功，但他有时间陪你吗？他能给你想要的幸福吗？其实啊，我在遇到尹思辰之前，我一直都觉得偶像剧简直好狗血啊。但和他生活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偶像剧已经很克制了。清晨，他会用一个深情的吻把我叫醒，然后公主抱把我带到餐厅。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他亲手做的蛋糕，在他上班前，他会不停地跟我吻别，直到司机催了无数遍之后，他才恋恋不舍地跟我分开。每晚我们都会相拥入睡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既然知道了，就不要再来找我了，弄得大家都非常的难堪。谢谢。西西。